再来看台北市有一间国小，有学生家长有指控讲，伊的囡仔甲同学冤家，互拍甲规身躯拢是伤哦。学校是要求讲双方用钱来和解。台北市教育局表示讲，这间学校是认为这是一件佚佗产生的冲突，无需要通报。也毋过教育局已经要求学校得爱检讨改善。这个还比较大，这个。前十部囡仔伫运动场顶玩咧耍，甲中高年级的学生相去冤家，互对方杀到伫涂骹，双方捉来捉去了后，爆发第二波冲突。囡仔家长指控，囡仔伫学校遭到校园霸凌。4、5年级啊，在司令台霸占住了，我的小孩刚好跟他的同学在跑步过去，他整个就是把他抓下，又把他拖在那个司令台的楼梯那边，还有一个男生直接去把他踩到他的左肩膀。提出诊断证明，囡仔真侪所在受伤，甚至被拍甲肩胛头骨头断去，所以学校讨公法。不过囡仔爸爸即期学校为敏感，零处理应对，搁互学校施压，要求用几千块来和解。身教、训导主任他们都不理会我们。2个礼拜后，我真的受不了，我去通报大安分局，里面有一个女警强制学校通报。这个事件是伫台北市一间国小，查某囡仔家长表示，囡仔读1年啊，去年10月17日，伫代志发生了后，经过至少1礼拜，学校拢无讲法，就报警提告，学校才做校安通报。甲生啊，他有承认说是他先做一些动作，跟有一些言语的冲突。当时的认为是这一个案子，它是一个游戏当中所产生的一个冲突，所以说没有达到校安通报的一个必要。台北市教育局回应，代志发生的时阵，学校将专案定调组，游戏当中产生的冲突无达到校安通报勘站。不过相关案件调查拢有按定时处理，已经要求学校检讨改善相关禁止甲通报。只是了经过调查，无真正造成校园霸凌，也互囡仔家属无法度接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